叫周和年，是个孤儿。从小我有一个豪门梦，如今人到中年，我早已事业有成，执掌千亿财团，亲生父母却找到了我。董事长，您的亲生父母终于来找您了。哦，这一天果然还是来了。45年之期已到，我豪门唯一真少爷回归。小溪，你怎么跟来了？老妈怕你一个人去受欺负呗。老爸不会是遇到杀猪牌了吧？我查过了，豪门是真的，但还是有风险，要不劝老爸算了。你们老爸放着那么大个集团不管，这辈子就有个回归豪门梦。虽然林家不算什么顶级豪门，但总归是能圆梦了，咱们得支持他。好吧，那我派人暗中保护爸。放心，你爸的身手吃不了亏。小溪，你陪老爸走一趟，我跟哥哥都在国外，暂时赶不回来，包在我身上。还是老婆想得周到。老头儿，怎么不让家里司机开车，还特意穿这身旧衣服？我是回去认亲的，没必要摆排场，低调点才好。再者，我也想借着这副模样，看看林家人到底是不是真心认亲。欢迎少爷回家。排场还挺大，看来林家人是真心欢迎我回来。老头儿，看样子他们还挺重视你的。真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老爷和夫人都在客厅等候，我带二位进去。妈，你干嘛非要把那个乡下土包子接回来啊？我这辈子只有这一个哥哥。美华，别这么说，他毕竟是爸妈失散多年的亲生儿子，能找回来一家团聚也是好事。不过是个从乡下回来的穷酸货，也配跟我争林家的一切，简直是痴心妄想。美华，他是你的亲生哥哥，失散45年才找回来，不准再说这种混账话！该死的老太婆，养了我40多年，还是一心惦记着她的亲生儿子。老爷、夫人、大少爷、小姐，二少爷回来了。老头儿，你成二少爷了。程生，是你吗？程生，妈妈终于找到你了。我如今叫周和年。你叫周和年？怎么和周氏财团的董事长一个名字？当然，因为老爸就是本尊啊。爸爸隐瞒身份肯定有他的用意，我还是不多嘴了。也许只是同名而已。也是，你都丢了40多年了，肯定也不叫以前的名字了。穿得这么寒酸落魄，怎么可能是周氏财团的董事长？应该是凑巧重名。想必这就是你的女儿，我的乖孙女儿吧？我女儿秦朝夕刚满18。奶奶好。怎么姓秦？跟他妈姓。这像什么话？难道你入赘了？我什么都听老婆的，钱也都归他管，这算入赘吗？和年啊，你老婆呢？怎么没来？忙工作呢，不在本地。入赘就算了，还找了个在外地打工的，你简直丢尽我们林家的脸！老爷、夫人，午饭已经备好，可以入席了。先吃饭吧，为和年接风洗尘。林管家，去喊甜甜下楼吃饭。和年，这些年在外面受苦了，听说你比我晚出生几小时，我就托大，喊你一声弟弟了。以后咱们好好相处。你就贾少爷吧。你好，你好。初次见面，一点小礼物。什么贾少爷？这是我哥林承生，林氏集团唯一的掌权人。你这地摊垃圾，别脏了我哥的手。美华，别胡说。和年在外生活不易，心意最重要。心机深沉的贾少爷，不辨是非的蠢小姐，林家这水比我想的深啊！你眼凸脖子粗，气机郁滞，痰盂互结，再这么易怒，不出半个月就得住院。你胡说八道什么？敢咒我？我爸说你有病，那你肯定有问题，得赶紧治。美华，别生气，和年也是好心。承生，你也劝劝你妹妹。够了！吃饭的时候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这些年在外面过得很辛苦吧？还行，有口饱饭吃。回来了就不会再过苦日子了。但有件事，我想提前知会你。您说。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对外宣称收你为义子。
义子，义子，希望你能理解，如果真相曝光，可能会影响集团股价。况且程生虽然不是我们亲生的，但这么多年一直在我们身边尽孝，比亲儿子还亲。对呀，你们俩被报错，程生也是受害者。他在林家45年了，我们早已将他视作亲骨肉。哎呀，真是委屈他了，那就赶紧换回来吧，名下资产也换一换，不能让他再受委屈了，多不好。果然是底层渣子的眼界，嫉妒心这么重，真是上不得半点台面。算了，美华，弟弟这些年确实受苦了，是我对不起他。我去，18年的绿茶常有，这45年老普洱倒是头回见啊。还是发霉了的那种。你没有对不起他，我们林家个个人中龙凤。你看他一事无成的废物样子，根本不配当我们林家的人。美华，你不能这么说你哥，本来就是。够了，弟弟，这是哥为你准备的一点小心意，你以后就不要再带那种地摊货了。玉佩喜欢吗？这可是商州出土的古玉，精挑的 A 货，土包子肯定看不出来。贾少爷送贾玉，合理。你也看出来了？当然，走驼痕迹刻意，阴刻线一眼电动牙机啃的。这玉不是商州的，是上州的，纯新，毫无争议的新。弟弟，这块玉价值连城，我好心送你，你怎么能教唆朝夕乱说？老爷，清北大学的高教授到了，我请了他好几次了，没想到今天来了。太好了，高教授可是鉴宝专家，刚好让他帮哥哥证明一下，免得被不识货的废物诬陷。这不行，万一被高教授看出来，就丢大人了。既然弟弟不喜欢，那就罢了。别呀，大哥送的，真的假的我都喜欢。哥，就让高教授鉴定一下，打烂他的脸。林董3番4次请我来，就是为了这点小事吗？当然不是，高教授大驾，有失远迎。这不是古玩界的隐藏大佬周和年吗？多年前有过一面之缘，再想见他怎么都约不上，居然在林家。您怎么在这儿？高教授这么高傲的人，这是在对周和年献媚。高教授，我们认识吗？没印象了呢。差点忘了周先生喜欢低调，要是在这儿被我挑明身份，以后肯定不搭理我了。不认识，是我认错了。果然，怎么看周和年都是个废物，怎么可能认识高教授？高教授，我几次请您来，是收集了一些字画，想献给你。高教授在学术圈是人脉资源的中心人物，只要讨好了他，对林氏来说就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哦，那就不必了。东西好的话，我可以出价收。那怎么行？字画这东西就应该赠给懂的人，谈钱多不好。高教授，你先看看林家送我爸这个玉佩是真是假。秦朝夕，高教授大驾光临，怎么能为了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麻烦人家？少熙，算鸟算鸟。这不是最小年龄考上我们清北大学的天才少女秦朝夕吗？她竟然是周先生的女儿。好，我来看看高教授怎么这么听朝夕的话。算了，估计看她是个小女孩才这样。买这个东西送人，要么蠢到骨子里，要么坏到骨子里了。若是后者的话，简直畜生啊！这是。这玉含有放射性物质，戴了会得癌。都怪助理不识货，上当了。弟弟，对不住了，下次补你一个真的。你再看看这个呢？这不是周和年刚刚要送给哥的吗？也好意思拿出来，连破塑料都不如。这是良渚文化时期的玉牌。良渚时期，听都没听说过。蠢货！良渚时期距今5300多年，这块玉牌在某种程度上实证了华夏5000年文明史。被人送这样的宝物都不要，简直是雷霆大傻子啊！算你识货，喜欢啊，送你了。真的？当然是真的。
高教授，我这书房还有几幅字画。拉倒吧，你儿子都送贾玉佩了，你那字画我可信不过。你有这闲工夫，还是劝你这对无知儿女多读点书。不说了，我得赶紧回去研究研究这个宝贝。哦，对，这害人玩意儿还给你们，告辞。真是丢人现眼！回去给我把华夏文明史抄100遍。啊，爸，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抄这个，传出去多丢人。对了，弟弟，你是怎么得到如此珍贵的宝物的？你刚不是说了吗？地摊货，地摊淘的呗。对了，朝夕今年18岁，应该上高3了吧？学习成绩怎么样？我甜甜念的是全市最好的私立高中，我回头给朝夕办转学手续。到底是一家人，教育还是要跟上的。我们学校教材都是全英文的，凭他也想转进来，那惨了，恐怕走后门也进不了。好了，这件事儿就交给程生，先多请几个名师给孩子补补。不劳费心了，朝夕现在没在读高中。原来是个没读书的小太妹。人家这么热情，要不你就去念这个什么私立学校吧。老头儿，我都上大4了，哪有再去念高中的道理？也是。算了，学校这事先不谈，对外宣布你为义子的事儿，林家会给你补偿，你考虑考虑。您说的补偿都有哪些？这些是我们林家给你作为补偿的，总价值大概10个亿。10个亿？这些是我们林家名下的商超会所、旅游基酒、品牌餐饮的免费使用券，你可以带上你全家一起消费，够你们一辈子吃喝不愁了。1毛钱现金没有，全是消费券。老头儿，这是把你当经理耍了呀？被吓傻了？也是，这些消费恐怕你前半生做梦都不敢想。是吓傻了，不过是被林家的抠门吓傻了。周和年，别给脸不要脸！10个亿的消费券够你肆意挥霍了。挥霍？妹妹真是装糊涂的高手啊！商超100元券限法国乐克莱超市使用，就100块，让我飞巴黎去买干巴老头面包。你好心当做驴肝肺。好心，说白了就是想打发要饭的，又想落个体面。说的对，要饭的。比喻。哦。那你想要什么补偿？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好歹我也是林家血脉，要点集团股份不过分吧？股份涉及集团根基，不能轻易给。这样吧，我先过户一套公寓给你，再给你500万现金，集团那边也给你安排个职位，年薪100万。何年，这待遇已经很好了，先安定下来再说。行，总比拿一堆破券强。爸，我看不如办个认亲宴，既官销弟弟的身份，也能宴请各界名流，稳固集团合作关系。好，就定在本周末，在林氏集团名下的酒店举行。明天宴会，林家人肯定也没憋好屁。算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嚯！小老弟，你这是用的什么饵料啊？我自己配的，能不能教教老哥？你这怎么干杆不落空啊？干是好干，但你这饵，这条野河里没有大鱼，就好比你拿豪车珠宝吸引不来拾荒匠，吸引拾荒匠得用塑料瓶，所以这饵啊得用对。真钓上来了，老弟，牛啊！喝点儿。你这是迪亚满特龙舌兰，300多万每到1瓶，你放冰红茶瓶子里，识货啊，老哥。嗨，儿子给买的，我其实就乐意喝点冰红茶。老哥，你腰不舒服？是啊，老毛病了。
名医看遍了也治不好。要不要试试我的推拿手艺？哎，好了，你现在扭腰试下。哎，真不疼了。哎，老弟，你是神医啊！肾腧穴每天揉按2分钟，不出半年，这老毛病就能彻底根治。老弟，这大恩大德我记住了，举手之劳。走了，老哥，有缘再聚。这老弟不简单啊！说是教我钓鱼，但一句话说出了生意场上最本质的逻辑。随便一瓶酒，还是迪亚满特龙蛇嘎，举手之劳就治好了我多年的顽疾。隐士高人啊！哥，你手怎么了？还不是你这个蠢货，非要让高教授鉴定假玉，害老子这几天抄文明史抄的手都抽筋了。没什么。你看他那身行头，怕不是二手市场淘来的，丢死人了。弟弟，你可算来了。哎，弟妹没来？没来。就这么见不得人。行了，长辈都在等你，快入座吧。这就是林家要收的义子，怎么看都是个废物啊！听说他中年失业，连工作都没有。一个大男人真好意思。小点声，说是义子，指不定什么身份呢。秦朝夕，你个中学都没读完的学渣，真敢来这种场合。没读完初中，不代表就是学渣哦。天哪，还以为义子够窝囊了，没想到他女儿连初中都没读完。这种底层废物能教出什么好子女？哼，我爸好心给你找关系，来我们私立初中。幸好你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拒绝了。凭你的水平，上我们学校确实是痴心妄想。你就是那12岁拿了全球计算机竞赛金奖，14岁考上清北的天才少女秦朝夕，我没看错吧？什么？你就是天才少女秦朝夕？哎，有事说事，别动手动脚。是我，有什么事吗？那有神叨老师啊，那可是教育局长，那他说的话。严局长，你搞错了吧？他可是初中都没读完，怎么会上大学呢？胡闹！我怎么可能搞错？看清楚喽！秦朝夕，18岁，目前在清北大4就读，计算机专业、历史专业双修。这怎么可能呢？清北大学双修，这也太厉害了吧！难怪敢拒绝林家的安排，原来是个顶级学霸。不可能，他肯定是作弊。今年我们林氏的校企合作项目还要仰仗您。哼，你先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吧，造谣别人作弊，张口就来。若田，这怎么回事？秦朝夕和我同龄，怎么可能考上清北？不是作弊是什么？肯定是买通了出题老头。他的入学考试是我亲自参与的出题，你的意思是在质疑我？严局长，小女不是这个意思。哼，今年的校企合作，你们林家就别想了。哼！没想到周和年这个废物竟然能生出这样的女儿，真是踩狗屎运。原来是一场误会，朝夕真是年少有为，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了。大哥这说的什么话？
不合适。那严局长那边能不能用狗眼看人低更合适一点？弟弟，我是好心。行了，少说两句。何年，你刚刚的话的确有点过分了。跟程生道个歉，这事儿就过去了。道歉？是他们有错在先，要道歉也得让他们先道。要不是看在血缘情分上，你连这个宴会厅都进不来。你再不道歉，就滚出去！是谁敢让我的朋友滚出宴会厅？啊！易总，老弟，没想到咱俩参加的是同一个宴会啊！老哥。怎么回事？这是在欺负我朋友？我没看错吧？易总竟然在和这个废物称兄道弟！易总光临，有失远迎啊。易总，您怎么突然来了？之前不是说可能来不了吗？昨晚交个了朋友，心情好。老哥竟然是个大佬，深藏不露啊！何年啊，你认识易总，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我之前没跟老弟说过我的身份。他不像有些人那么势利眼。易总，这也是我儿子林承生，是周和年的哥哥。之前兄弟俩闹着玩呢，让您见笑了。易总，这是我名片，以后我们林氏集团还得靠您多多照拂。是啊，林承生是我们林氏集团掌权人，也是妥妥的商业奇才。你们林氏集团想要找我合作可以，但我只认周和年。周和年到底做了什么，竟然能让易总这么帮着他？而且我来参加我好兄弟的宴会，倒是没想到林家的待客之道这么特别，竟然让今天的主人公滚出去。易总，我不是。爸，你干嘛？为什么打我？给你哥哥道歉！对不起，哥哥，原谅你了。周和年，你竟敢让我在爱慕的人面前丢脸，这次羞辱我记住了，日后我一定会加倍奉还给你。老头，你这么羞辱他，我看他好像记恨上你了。啊？我不是大度原谅了吗？这怎么又算上羞辱了？我叫易振海，做投资的，之前没说是怕你有顾虑。老弟啊，你不会怪我吧？易振海可是江城隐形富豪，实力远超林家。这个易子竟然和这种大佬称兄道弟，真是不简单呐！哪里话，老哥，咱俩的交情跟利益无关。风头都被周和年出完了，不行，我不能就这么被比下去。林总，与秦氏合作的方案已发过去了，他们暂时没有驳回。那合作就是8、9不离10了，风头可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出了。各位，感谢大家赏脸。我宣布，在我的带领下，与秦氏集团的合作已初步达成。未来，我们将与秦氏集团携手共创辉煌。程生确实争气，没有辜负我们对他的期望。我哥的能力还是有目共睹的，不像某人只会投机取巧。周和年，你看到了吧？就算你女儿是天才，你讨好大佬都没用，林家的光环只能属于我一个人。也不知道老公回豪门的事怎么样了。秦总，林氏集团发来了合作意向书，顺带想邀请您出席今晚的宴会。林氏哪里来的小作坊，都敢给集团递合作意向了？是，林氏今年虽小有扩张，但与秦氏集团相比，确实相差甚远。宴会就免了，这种级别的合作，让市场部按流程评估就行了。好的，秦总。不过林氏这次的宴会名义，并非单纯的商业宴请，而是认亲宴。等会儿，认亲宴？林家难道就是找回我老公的林氏集团？不回集团，其余安排全部推掉。
立刻去准备贺礼，要最体面的那种。我现在就过去给老公撑场面。看到了吧？秦氏集团是什么级别的存在？可不是你这种乡野底层出身的人能碰到的。就是，你除了靠女儿撑场面，攀附易总，还会什么？秦氏集团跟你达成合作，我怎么不知道？废话，你算哪根葱？你恐怕连秦氏集团掌权人是谁都不知道吧？看到没？这就是秦氏集团总裁秦霜，江城公认的最美女总裁。我老婆就是好看。你老婆？你也配？你怎么不说她是你妈？她是我妈。是你妈？是你妈了个！你们父女俩真是绝了，这种关系也敢乱攀？底层 low 货，提秦总的名字都是一种玷污。秦总何等人物，我都是托了多层关系才搭上话，才合作上的。你这辈子都别想和他沾上半点关系。弟弟，你不会是嫉妒我吧？妈不会是因为你才给他合作机会的吧？老婆，不用看在我的面子上同意林氏的合作。知道了。你是戏精吗？你以为演这一出就能唬住我们了？你看着我笑什么？秦总说你的3版合作方案一版比一版烂。什么？他怎么知道我给秦总递交了3版合作方案？哥，他满口胡诌，还诋毁秦总名誉。要是让秦总知道了，影响我们合作怎么办？林总，不好了，秦氏驳回了我们的合作方案。什么？哥，你不是说秦氏已经同意合作了吗？怎么还能驳回啊？别慌，我托人问下秦总。周和年，你马上就会知道跟我林承生作对是什么下场。各位，秦氏集团的总裁秦霜马上就会到达现场，是为了与我的合作。来了，来了，来了！是秦总为我来了。这排场，不愧是江城第一美女总裁，林家面子也太大了，竟然能让秦总亲自出席，还送来这么多贺礼。我哥太厉害了，可不像某些只会说大话的废物。老头，妈这是怕你受欺负啊。等哥跟秦霜搞好关系了，再一起帮我去易总那说好话，肯定能让易总对我回心转意。唉，我都这把年纪了，老婆还和刚恋爱时一样，总对我放心不下。我去看看带了些什么来。一看到秦总来就跑，肯定心虚了。秦总，您大驾光临，真是让林氏蓬荜生辉。老婆，你怎么来了？老婆，秦总压根没搭理小林总啊，倒像是冲着他来的。看秦总那个眼神，还不像普通交情。哦，我靠，他怎么无视我？不会是认错人了吧？我是林承生，秦总您好，我才是林氏集团的负责人，是我。你挡着我了。秦总，实在不好意思，您能来赴宴，还带这么多贺礼，真是太给我面子了。你怎么来了？你怎么跟秦总说话呢？我不来，难道就任由你被人欺负吗？靠，怎么回事？秦总这是在给周和年撑腰？欺负倒谈不上。秦总您好，我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林建国，您的到来真是我们林家的荣幸。这是我的义子周和年，今天这场宴会也是我们林家为他举办的认亲宴。秦总看上去跟周和年关系不一般，先试探一下。林董，久仰。看你们聊得很好，是之前就认识吧？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呢？这林家人不像善茬，还是先不告诉他们好。关系嘛，说近不近，说远不远，也就是睡一张床的关系。这话倒也没错，
但这些人怕是都想歪了。看来老婆是故意这么说，想帮我试探这群人是不是真心认亲。原来如此，我就说周和年这种废物怎么能搭上秦总，原来是靠卖身博青来。哥，你看他真是没骨气，靠这种方式攀附权贵，丢尽林家的脸。秦总您好，我是林氏集团负责人林成生，这次给您的合作方案就是我这边发的。周和年这种乡野村夫有什么好的？不如看看我比他懂情趣，还能帮您打理林氏的生意，比他实用多了。不知廉耻的东西！对了，林董，这次林氏递来的合作方案我看了，稀烂。我家边牧随便扒拉键盘都比这写的强，就这东西，你们也敢拿来糊弄我秦氏集团？秦氏集团不可怕，可怕的是秦氏背后的周氏财团，那是绝对惹不起的存在。忍了，实在不好意思，秦总，方案我们可以重新协商，请您务必再给我们林氏集团一个机会，我们一定能拿出令您满意的方案。要说机会也不是不行，但我秦氏集团只跟周和年合作。天哪，这个周和年不一般呐！林家这个义子今天可是风头出尽了。再看那个，简直是出尽洋相。我宣布，从今日起，周和年正式成为我林家副总，集团核心 AI 项目全权交由周和年负责。爸，你疯了吗？哥才是林氏的掌权人，这么重要的项目怎么能交给周和年这个外人？不公！秦总愿意给我们合作机会，已是天大的恩赐。你要是觉得不公，现在就可以滚出林家！哎呀，这你能忍？我要是你，直接就走了，海阔天空。凭你们兄妹的本事，离开林家也能有一番作为。周和年，你这个贱人！把他送去医院。林董也太狠心了，为了讨好秦氏集团，连亲生女儿都不管了，这有什么办法？秦总得罪不起啊。这个林家水很深啊。罢了，老公做了这么多年的豪门认亲梦，得让他过瘾喽。秦总，这小子我回去会好好教训他。关于合作方案具体事宜，就让和年和你对接。老公，你以前可是操刀千亿级别的项目，做这种小项目会不会太憋屈了？简直是拿大炮轰蚊子。可不要小看你老公，大炮威力依旧如初。车停在门口小路上，待会儿见。林总，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林总，从您进宴会厅的那一刻，我就看出来了，您气质不一般呐。林总，以后林氏有需要，您就尽管吩咐我们。大家客气了，以后都是朋友，互相关照，互相关照。抽血结果出来了，你得了甲状腺功能亢征症。什么？你眼凸脖子粗，气机郁滞，痰瘀互结，再这么易怒，不出半个月就得住院。周和年难道真的会医术？不可能，他那副游手好闲的样，一定是蒙的。喂，你们俩能不能注意点儿？老公，我来之前，林家人没欺负你吧？放心吧，这个世界上能欺负我的人，就你们娘仨。我马上又得去漂亮国处理集团的事，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和朝夕，别太贪玩，也别被人算计了。老婆特意过来鼓励我，估计很想看到我重新做出一番事业吧。你放心去忙，我一定会整顿好林氏集团，不会让你失望的。喂，公司的人呢？今天是我上任的日子，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周总，对不起，公司的人都聚集在隔壁林总的办公室，准备搞新项目，没人通知我们要迎接您。这么巧？
公司还有村里的忍者。哦，这是公司财务，是个哑巴，他想说账本没事儿，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了，谢谢你啊。带我去会议室吧。您不去林总办公室吗？会议室现在没人。他做这一出，不就是为了看我出糗吗？至于人嘛，早晚都会来的。他怎么看上去比林总还有气场，简直像是个隐藏大佬。哎呀，弟弟，真是不好意思啊，我们忘记今天是你上任的日子了，没人来迎接你，你没生气吧？我们本想着给你留足够的施展空间，让你好好熟悉一下工作，没想到你这儿这么冷清。林总，真是委屈你了，要不你还是跟林总求求情，让我们回来帮你吧。就是啊，林总，你一个人也干不成什么事儿，还是别硬撑了。二位好意我心领了。说起来，你们确实帮了我一个大忙。什么大忙？我本来还在思考怎么开口把我的团队带进来，你们倒是帮我省事儿了。哈哈哈哈哈！美华，看那个啊！看那个，看那个，还有那个。给二位介绍一下，这些都是业内的顶尖人才。周和年，你要找演员也拜托找好点的，这都是些什么歪瓜裂枣？弟弟，我知道你不服气，但也不能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啊。周总，易总得知您今日上任，特意派我来祝贺您，另外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没事儿，替我谢谢易总好意。也不知道易总怎么交了这么个朋友，怎么看都是个废物。这是图灵奖获得者刘辉，那是前哈佛计算机教授，还有中科院的大佬。什？你没开玩笑吧？这些不都是周和年请的演员吗？演员？这几位都是业内大名鼎鼎的大拿。我懂了，你也是周和年请的演员。这位是易总公司的技术总监，我之前见过。您这有这么多大佬，看来易总的担心多余了。易总想雪中送炭，这份人情还是要领的。告诉易总，我回头请他钓鱼。弟弟，你这虽然有顶尖人才，但数量上恐怕还不够啊。看着都一把年纪了，也不怕猝死。是啊，好的团队肯定需要年轻血液，我可以安排人手。老头，这些都是我们清北计算机系的同学，来助你一臂之力。叔叔好！你们好，欢迎欢迎，来的真是时候。弟弟，我刚刚说的合作，看样子不劳林总费心了。这里现在是周总的办公区域，无关人员请立刻离开，不要影响我们周总工作。请出去。走就走，谁稀罕？哥，我们走。走啊，愣着干嘛？我们想跟着周总干。好啊，有一个算一个。我周和年用人多多益善。周你别太得意！这个周和年又贱又自大，绝对不能让他的 AI 项目成功。对，如果这个项目他做成功了，不光是我，恐怕连妹妹你也都会被赶出去。那我们就更得把这个项目搞黄了。哥，你有什么办法没？办法倒也不是没有。AI 项目光有技术没有硬件是不行的。我们要是能拉拢这个行业内龙头老大徐工，那对付周和年还不是绰绰有余？对啊，这种大拿在行业内都是一呼百应的，只要他封锁硬件不提供给周和年，他就是有再多技术骨干也一定成不了。各位，接下来的工作会很艰难，会有很多人给我们使绊子，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我们要让林氏所有人都看看我们的实力。跟着周总全力以赴。这些是我提前准备的项目资料，大家先看看。徐工，这名字好耳熟。我想起来了，是他，他竟然成了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老头，你认识他？何止是认识，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是在照片上重新见到他。好。徐工刚回国到公司是吧？我们马上就到。
成了，托了这么多关系，终于得到面见徐公的机会了。只要搞定他，周和年就必输无疑。到时候，爸一定会重新重视我们，把周和年赶出林家。事不宜迟，现在就出发。这个地方你们再仔细核对一下。你们先出去一下。是周和年吗？真的是你？我不是在做梦吧？老徐，是我，你没做梦。这么久不见，你还好吗？我好，我很好。你终于肯联系我了。你在哪儿？我现在就去找你。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我在林氏集团，你过来吧。我也正好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好，我马上就来。你等我。你好，我们预约了今日面见徐公。不好意思，徐公刚刚说要先见一位贵人，已经走了。贵人，会不会就是指我们？不应该啊，徐公都还不认识我们。也是，但我们费了老大劲赶过来，总不能白跑吧？对啊，我们可以先去徐公办公室等他。你们确定要在徐公办公室里等吗？确定，快走吧。二位不好意思，我们徐公有严重的洁癖，不喜欢别人坐他的沙发，麻烦二位站着吧。什么人啊，还洁癖，真是矫情。是咱有求于他，只能暂时忍忍了。我实在受不了了！周和年，好兄弟，这么多年，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你这话说的，我还怕你忘了我呢。我怎么会忘了你？当年要不是你，再给我3天时间，我一定凑够钱。今天不还钱，你可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砍只手下来，算作利息。不要啊！年轻人，火气不要那么大，别动不动打打杀杀的。你是什么人？路人。你知道得罪我们黑豹盟会有什么下场吗？不感兴趣。还愣着干嘛？弄死他！这也太厉害了！不知恩人的名讳。周和年。老大，我们想跟你。只要你们改邪归正，好说好说。周大哥，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难题倒还真有一个，大概就是这样。兄弟，你放心，谁要是敢给你使绊子，就是跟我作对，我绝对不会放过他。谢谢你兄弟，有你在，我就放心了。徐公平时对谁都是冷脸，怎么在这个男人面前像个小弟啊？看来徐公是不会来了。太过分了！我们费了这么大劲才搭上徐公这条线，他竟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走吧。哦，你们就是今天预约见我的是吧？是，徐总，我们是来找您谈合作的。是。我今天心情好，说吧，什么合作？徐工，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呢最近有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只要能成，我给您70%利。实不相瞒，最近家父认了个叫周和年的义子，这人纯粹是个废物渣子，还想跟我争权。只要您答应我封杀他，项目利润我1分不拿都行。住口！你们简直是可恶至极！徐总，我哪里说错了吗？徐总，只要您肯帮我们，我们林氏保证给您最丰厚的报酬。对，价格您来。闭嘴！你们这种不知廉耻、心胸狭隘的小人，也配跟我谈合作？滚！立刻从我这里滚出去！以后不准你们再踏足我公司一步！
可恶，徐总怎么会这么维护周和年？他们难道认识？他一个中年失业的废柴，怎么可能认识这种高薪行业的龙头老大？也是，可能是我们说的有点过，引起了他的反感。不过没关系，虽然徐总没有答应帮我们，但我们这次惹恼了他，他照样不会再跟林氏合作了。没有他的硬件支持函，周和年的 AI 项目照样会搞黄。没错，哥，你说的对，我们就等着看他的笑话。兄弟，不好了！刚才有2个自称林家的人来拉拢我，想让我坑害你，我已经把他们赶出去了。我早就猜到他们会搞小动作，没想到找你这儿来了。没事儿，他们翻不起什么大浪。我明天一早就发布公告，宣布这次合作，避免夜长梦多。好。这个文件明天以最高合作模式发布。周和年，真的是你啊！我是老张啊，你还记得吗？我们20年前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哦，是你啊！看他制服，也就是个普通员工。我可是 HR 经理亲自招进来的高级员工，刚任职得给这些人一点威慑，就从他开始好了。哎呀，周和年，没想到你也来林氏上班了，我还以为你早就靠着被富婆包养吃软饭过日子了呢。天哪，这人疯了吧？敢当众羞辱周总！周总还有这种往事呢，看着也不像啊。周和年，跟我说说，你是靠什么才吃上软饭的？讲得满意，说不定我会考虑在林氏带着你干哦。不用干了，你被辞退了。你说什么？你辞退我？今天入职的张良被辞退了，谁把他招进来的？自己写检讨。你疯了吗？你以为你是谁呀？凭什么辞退我？这公司姓林，可不姓周。实在对不起，周总，是我们部门识人不清。我知道了。周和年，你比我官大一级是吧？有什么好嚣张的？就一个靠女人上位的老白脸而已。林总，抓到周和年的把柄了。喂，谁他妈这么早？林成生，爸，我不知道是您，怎么了？你还好意思问？周和年刚上任就能和徐总达成深度合作，而你呢？你最近干了些什么？什么？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别告诉我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一定是弄错了，我昨天才拜访过徐工。听这些废话，如果你再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那你这个总裁也趁早卸了吧。果然没猜错，他就是个没本事的小白脸。周和年，你给我等着，看我怎么拆穿你！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林氏集团最新的 AI 项目。慢着！周和年，你别再演戏了，今天我就要当众曝光你的丑行！当然，这些是周和年15年前的老同事，他们都能作证。周和年年轻时就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根本不懂技术。没错，我当年和他在同一家公司上班，他那时候就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天天跟着富婆出入高档场所，一身脏病没跑。我们都能作证。没想到林氏副总竟然是个小白脸。要是有实锤，估计林氏股价会大跌。为了整我，不惜损害家族利益，林建国，你可真是养出了个大孝子。大叔，别急，相信老头。周和年，只要现在你跪下求我们，说不定我们还会同情你，给你一口饭吃。死到临头还想装逼？好，我现在就把证据放出来，让你身败名裂的。放吧，我也想看看林总费尽心机找的是什么重磅证据。大家看清楚了，这些人都是夜总会的男公关，周和年就是其中之一。周和年先生，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您光靠当小白脸就能混进林氏，请问是有什么秘诀吗？诬陷都做得这么小儿科，这照片里的人都是当年我公司的员工。哈哈哈，这是20年前的照片，那会儿你才20岁就开夜总会了。周和年，你是真敢吹啊！真好意思说这种话，也不怕笑掉大牙。那这张照片你又怎么解释？哇，这张不错，可比他俩那些仰拍的合影好看。我的天哪，真的是秦总！
这可是重磅炸弹新闻啊！秦总瞎了吗？居然包养一个有妇之夫！证据确凿，周和年就是个肮脏下贱的死鸭子。秦霜确实包养我了，不过是合法包养，她是我老婆。和年，你是春梦做多了吧？秦总是什么身份？一条狗还想把自己当男主人了？你是想把大家笑死吗？你就不怕这话传到秦总耳朵里，你连当舔狗的资格都没了？哈哈，秦总来了，你完了！老公，这么重要的场合怎么不叫我？哈哈哈哈！大家都听见了吧？秦总叫她老公。老公？大家好，我是秦氏集团秦霜，也是周和年的合法妻子。我们领证已经快20年了。妈的，被摆了一刀！这个周和年简直是走了狗屎运。这离谱的走向，我不会是短剧看多了还没醒吧？除了牛逼，我已经说不出其他话。这有几个做贼心虚的哟。你别以为傍上了秦霜就可以耀武扬威了。你现在的 AI 项目肯定都是靠着你老婆才做起来的。对啊，周和年，离了秦霜，你什么也不是。没错，活了40多年，女儿都是跟着老婆姓，你算什么男人？老婆，别为这些小喽啰生气，我来。你的意思是，这个项目凭我周和年做不来，对吗？当然，只会靠老婆的废物。周和年先生，您要不要现场演示一下您的能力？看他这样子，8成是怕露馅儿。你们还是别为难他了，他就是个吃软饭的，根本不懂技术，秦总的傀儡而已。为难倒不为难，在我们项目的雏形基础上加一些程序就行。也借此机会让大家了解一下 AI。吹牛不打草稿，你要是有这本事，还至于早年失业吗？就是啊，周和年 ，AI 程序是你说搞就马上能搞出来的吗？就算你会，那得多长时间啊？大概10分钟吧。我看你压根连 AI 是什么都不知道，还10分钟，笑死我了！这么短时间了，就连第一行代码写完都悬。完整的 AI 程序没有个4、5年都成不了型，你竟然说10分钟，简直天方夜谭。草包不行，不代表别人不行。你说谁是草包？谁认就谁喽。现在他老婆在旁边不能干他，倒不如让他在直播上丢人现眼。你既然说了这种大话，待会儿要是做不出来怎么办？好像没有这种可能，必须得让他下不来台。弟弟啊，这么多记者朋友围观呢，你也别磨磨蹭蹭的了。这样吧，你要是做得出来，我们几个就全部退出这个行业，从此不碰 AI 赛道。你要是做不出来，你就在大伙面前认个错，把这个项目交换出来，公平吧？算盘珠子都打到脸上了，你本来就没 AI 项目，退不退出有区别吗？如果他做出来了，你们还要下跪道歉。可以。这好像是代码，他真会写啊！哼，这东西只要是个程序员就会写，充其量也就是个外行水平。这是高级代码，他怕是偷偷练过。不会真让他写出来了吧？不可能，他再专业也绝不可能10分钟做出完整的 AI 程序。时间马上到了，还毛也没见着，看来我们还真高估他了。哼，就是在装神弄鬼，故弄玄虚。我知道周大哥很有这方面天赋，但10分钟做出 AI 程序，怕是连我都不一定能做到。大叔，安啦，该担心的是他们。做好了。弟弟，这就是你做出来的 AI 程序？这是搭载了我们项目最新研发的芯片做出来的 AI 程序，应该称得上是目前市面上最高级的人工智能。哼，笑死我了！第一次听到这么大的牛皮。你周和年要是有这本事，还至于早早失业？你是因为这些井底之蛙才出场的，就给你取名小蛙吧。好的，主人。谁在说话？是我在说话，井底之蛙。
软件叫2声应一下，难道就算 AI 了吗？对呀，这种交互软件不过就是入门级别的程序，这证明不了什么。这种程度已经足够他们探索好几年了。没想到林大哥这么厉害，压根儿就不需要我来帮忙嘛。这不是水平的问题，纯粹是老头想偷懒罢了。有本事你让这个机器人展示一下其他本领啊！既然你这么说了，那就给大家来一段吧。小花，展示。得嘞。这不是我吧？我没跳过这种舞，这根本不是我。这当然不是你。那这是什么？这就是。AI， 太牛了！终于有人做出了属于我们华夏本土的 AI 程序。是啊，过往高端科技都依靠国外的技术，现在周和年大神竟然成功研发出不输外国的 AI 程序。周和年大神，可以再多展示一点小蛙的技能吗？周和年大神，请问这个项目多久正式面试？可以开放投资吗？啊！糟糕，这事儿好像整大了，真麻烦。今天是我老公 AI 项目的发布会，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后面的介绍。但在此之前，秦总、周总，饶了我们吧！是他撺掇我们这么说的。周总冤枉了，周总冤枉了，是林总，是他给了我钱让我编造谣言，还承诺把你搞走后将我提拔上去。胡说，分明是你对我撒谎，才让我误会了周和年老弟。有秦霜、秦总这样的老婆，自己又是个技术大神，怎么不早点跟我这个做哥哥的说？弟妹，都是误会，误会。记者朋友们，你们说这算误会吗？不算，不算，这就是虚拟无限。你也听到了，今天就算我放过你，这些在场的记者和观众朋友们也不会放过你。你们编造谣言，肆意诬陷，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和我老公的名誉，等着吃牢饭吧。哥，怎么办？我们现在怎么办？好像闹太大了。逆子，林家怎么养出你这么一个心胸狭隘、不知廉耻的东西？爸，哥他也是被蒙蔽的，饶了他吧。饶不饶过你是周和年说了算，你们是应该向他跪地道歉。弟弟，是我们错了，对不起，原谅我们吧。我替这个不孝子向你郑重道歉，也在此宣布，这群人以后都绝不让踏足 AI 行业。这个老狐狸恐怕不会这么善罢甘休。你们今后若敢再对周和年不敬，我会让你们林家从这座城市彻底消失。还等什么？快滚！各位记者朋友们，非常抱歉，让大家看了一场闹剧。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介绍我们的 AI 项目。周和年那废物竟然真的懂技术，他肯定是故意瞒着我们，想看我们出丑。他背后有秦霜撑腰，肯定给了他最好的代码资源，他才做出这个项目的。秦霜不就仗着秦氏集团背后的周氏财团吗？我们只要能搭上周氏财团，还怕他秦霜不成？但周氏财团是全球性财阀集团，据说背后老总也神秘得很，怎么搭上线呢？我记得你有个前男友，他爸爸是周氏财团高管。你说的是景深彬？他就是个疯子，好几次喝醉了打我。那算了，我也不忍心你受这种委屈。哎，要不我们还是忍忍周和年吧。你比他年龄小，忍到他去世，你就有好日子过了。那比杀了我还难受。那我想办法约他吧。好妹妹，还是得靠你啊。周和年，这回我要让你和你老婆
一起下地狱。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诸位捧场。海外项目出了点事儿，我得买最快的航班走。林家那兄妹不像会善罢甘休的主，你多小心。放心，对付他们我绰绰有余。那我要走了，你该说什么？这么多人呢，亲亲老婆拜拜，早点回来，我会想你的。亲亲老公拜拜，我也会想你的。朝夕，照顾好爸爸。妈，我懂，老爸向来手难得，你放心工作。还是朝夕乖。今天多亏了各位兄弟鼎力相助。老头儿，我去趟厕所，你少喝点儿。秦朝夕，是你？有事？真没想到你还有脸出现在这种高档地方，靠着你爸耍无赖混进林家，还真把自己当豪门小姐了。总比某些人顶着林家贾少爷女儿的名头狐假虎威强。你说什么？你这个差强人意的丑八怪！大姐，差强人意不是这么用的，没文化就少说话。你爸今天在发布会上的丑态，还没让你长记性。你敢骂我？关住他！放开我！我今天就让你长长记性。那是，住手！住手！我是这儿的经理。你认识他？不认识，但你也不能打人呀。我是林氏集团的千金林若田，这事儿是我林家的私事儿，你少管，不然我让我爸花钱封了你这破店。原来是林小姐，多有冒犯，这事儿我绝不管。算你识相。你这小姑娘不知道天高地厚，识相点，赶紧给林小姐道歉。林若田，我劝你赶紧放开我，不然等我爸来了就晚了。你爸？你觉得我会怕那个废物？你想干什么？敢跟我嘴硬，今天就让你好好尝尝滋味。给我滚！不要，老头！装什么学霸乖乖女？我今天就要看你喝醉了是个什么样。周总，不好了，赵小姐人堵在走廊里欺负，还被灌酒了。什么？赵熙，赵熙，你没事吧？我没事，就是呛了几下，没喝进去多少。是你让他们欺负朝夕的？是我又怎么样？我连你一块儿打。来啊，谁怕谁！看来要闹大了，不管了，总之不能得罪有钱的那一边。你们几个敢在我这儿撒野，是不是活腻歪了？你不认识我？你算老几？我为什么要认识你？赶紧给林小姐道歉，不然我叫人把你们全都扔出去！哼，新来的吧？你知不知道这家夜店是谁开的？难不成你想说是你开的？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一个靠女人上位的软饭男，也敢说这种大话，笑死人了！林小姐，没必要跟这种人多说，交给我。刀哥，是我，您就在附近，赶紧来一趟吧，有人闹事儿。你完蛋了，有本事别走。好啊，我等着。听说有人活腻歪了，在我的地盘闹事儿。刀哥，就是这伙人来砸场子，还打了林小姐的朋友，您赶紧把他们赶出去。周哥，您怎么来也不提前说一声？
是哪个不开眼的敢惹您？我废了他！陈小刀，我当初把夜店交给你打理，你就找了这么个货当经理，自己当甩手掌柜。你个眼瞎的东西，竟敢对周哥不敬，立马收拾东西滚蛋！周哥，我错了，我是新来的，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有大量，饶了我这一次吧。我们周家有家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该如何？你想干嘛？难道还想打我不成？打人就算了，老爸教你的那些穴位还记得吧？帮他按摩按摩。收到。你别过来！帮你按摩哪里呢？气产穴会让你肚子痉挛，人中穴这个能让你疼到晕厥。算了，搞不好你小命就没了。那就关元穴吧，只是会大小便失禁而已。哎，你干甚去了？我可没动手啊。若田。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爷爷，秦昭先打我，周和年还带了一群人欺负我，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啊！反了天了，竟欺负我的女儿！爸，你看见了吧？周和年根本不是个东西。若田，你放心，姑姑一定给你讨回公道。周和年，你竟敢打我女儿！你是不是以为我真拿你没办法了？周和年，你赶紧跟你女儿一起跪下给若田道歉，不然这事没完！道歉？你们搞清楚，是谁先在夜店赌人灌酒的？无论怎么说，若田也是小辈，你们怎么能动手？爸，若田那么单纯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主动惹事儿？一定是他们欺负若田。单纯会跟3个黄毛厮混？你进来吧。林董，今晚的事儿全程都有监控记录，是林小姐先带人堵住朝夕小姐，还往朝夕小姐嘴里灌酒。林董，我陈小刀在江城混了这么多年，最讲理。周哥是我兄弟，今天这事儿要是不给周哥和朝夕小姐一个说法，恐怕我这几百个兄弟会对林氏集团的生意有些意见。这个刀哥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怎么会跟周和年称兄道弟？混账东西！你竟敢在外面惹是生非，还敢撒谎！赶紧给朝夕道歉！对不起，爸，受伤的明明是若田。就是啊，你们2个也给我安分点儿！今天这事儿就是若田不对，再敢多说1个字，就给我滚出林家！烦死了！那帮势利眼家长听说了若田的事儿，联名要学校开除他。肯定是周和年把消息散出去了。你联系上景深斌了吗？只要我们能借助他爸搭上周氏财团，就能把周和年踩在脚下。可景深斌那个疯子，我真的不想再跟他打交道。妹妹啊，你怎么还不明白？我也不忍心你受委屈，可周和年步步紧逼，我们再不反击，就只能被他赶出林氏了。好，我答应你，我现在就联系景深斌约他见面。这就对了，林家终究还是属于我们兄妹的。只要能扳倒周和年，牺牲你一个算什么？美华，这么久不见了，你还是这么娇媚动人。别说废话了，你到底同不同意让你爸帮我们搭上周氏财团老总？这事儿有点麻烦啊，你们应该也听说过，那位老总神秘低调，连我爸都没见过几次。申斌啊，要是这事简单，我们也就不找你了。办法当然有，只要美华你嫁给我，不就相当于你爸也是周氏财团高管了吗？一家人到时候当然不会说2家话。就凭你还想娶老娘，你做梦！美华，我这个妹妹骄纵惯了，说话口无遮拦，还是这么带劲儿。我喜欢。这门婚事，我替她同意了。真的？真的，美华是我看着长大的，婚事我就替她做主了。哥，你……申斌，你快去准备婚事吧，
还有周氏财团老总的事儿，就拜托你了。放心，我已经跟我爸说好了。哥，你为什么要替我答应和他结婚？美华，哥这么做是为了你好啊。为我好，可这分明是把我推入火坑。他老爸是周氏财团高管，真得罪了他，我们是没有好下场的。而且这个景深斌属于小脑发育不贤成，大脑完全不发育的人。等他帮我们搭上了周氏财团老总后，哥再帮你把他踹了就是。真的吗？当然，我肯定是舍不得你受委屈的，相信哥哥。好。喂，周总，晚上好，我是志辉。我不是说过集团的事儿我不过问了吗？怎么还给我打电话？周总，和集团无关。您也知道，我为集团打拼了几十年，大好年华都献给集团了。缺多少？什么？你这口气不是得绝症了吗？缺多少钱，我打给你。这次找您不是钱的事，我最后一个心愿是想邀请您赴宴。赴宴？小儿和林氏集团的女儿要结婚了，会办一场慈善晚宴。行吧，也是好事。地址选好了发我。感觉有点不对呢。林氏的女儿林美华，那还真得去看看。周和年这小子才来林氏多久，就拉拢了徐公、易振海，还靠秦霜站稳脚跟。再这么下去，林氏的话语权迟早是他的。你去接近周和年，找他的把柄，必要的话可以制造一点。放心，你家人的事儿集团会管。周和年，别怪我心狠，即便都是肉，手心手背总归还是不同。林氏亏损这么严重，不对啊，这几笔账怎么对不上？你看看这几笔是不是有问题？林承生之前怎么会找个哑女当财务？不对，你天生就是哑巴，能听见，但是说不了话。来，躺下。准备好了吗？你干嘛想什么呢？我只是给你治病。放心，我不是那种人。你这是头部损伤导致说不了话，看着像中毒啊，没事儿，我给你开2副药，喝几天就好了。想说什么别急。周哥，你真是个好人，但是对不起，我没办法。我和他领证了，他说他爸以景林两家的名义赞了个慈善晚宴，周氏财团的老总也会到场。好极了，终于攀上周氏财团了，等见到周总，我们就彻底翻身了。美华，你最终还是成了我的女人。周和年，你给我等着，等我搭上周氏财团，绝对会千百倍的报复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周总，谢谢你治好我的病，无以为报。客气了，举手之劳。周总，我第一眼见到你就动心了，我愿意做你的女人，不求名分。我忽然觉得你还是不会说话好一点。朋友，空气给一下子。不愧是林家的长子，能争取到和景家联名举办慈善晚宴，做得不错。程生还是争气的，以后要是能跟和年好好相处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周氏财团那位神秘的老总会到场吗？当然，景总给我们透露了消息，说他一定会到场。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废话，你这个废物怎么可能知道？看来成了。你看看你，衣衫不整像什么样子？你们说的周氏财团老总要去，
要去哪儿？慈善晚宴啊，弟弟。周氏财团可是世界第1大财团。抱歉啊，明天没法带你去了。慈善晚宴？没事儿，我本来就要去。你去？你以什么身份去？简直是笑话。当然是以周氏财团老总的身份去啊。别胡闹了，周和年！我认真的，难道你们不想我去？我本来就打算让你一起去，但周氏财团的玩笑可开不得。爸，你还真让他去啊？是啊，爸，万一弟弟去搞砸了……闭嘴！我做的决定还轮不到你们质疑。去了也只有丢人现眼的份儿。听说你最近领证结婚了，什么时候办婚礼？你领证结婚了？跟谁？景深斌。景深斌，景志辉的儿子，和景家的慈善晚宴就是这样来的。爸，我本来没想真的和他结婚，搭上周氏财团后，我就跟他离婚。胡闹！他爸是周氏财团高管，岂能让你说离就离？既然要结，就好好过日子。程生，把消息放出去，择日举办婚礼。爸，我不要，哥你帮我说2句啊！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明天不见不散。你以为你年龄还小吗？难道景家配不上你？爸，景深斌他是个疯子。那他现在也是你老公。美华，别哭了。哥，我不要和景深斌举行婚礼，现在该怎么办啊？美华，当务之急是搭上周氏财团老总，除掉周和年。我知道，但你答应我要帮我踹掉景深斌。爸这个态度，爸毕竟年纪大了，很快林家就是我们说了算，他的话也未必要遵循。真的？当然，你放心，我一定会护着你的。听说周氏财团老总今天会亲自到场，不可能吧？那位老总听说神秘得很，从没人见过他的真面目。要是能得到他的投资就好了。哟，还真敢来啊！瞧你这穷酸样，赶紧滚远点，别耽误我们等周氏财团老总。这位有鼻子有眼，但已不似人的朋友是？你关你屁事！弟弟，我知道你想融入我们。但今天场合特殊，都是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你最好别来捣乱，后果你承担不起。我是受邀来赴宴的。受邀？主办方是我们和景家，我们可没答应让你来。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高端的宴席也敢来蹭，脸皮别太厚了。行，本来我还不想来，是有人死乞白来请我的。既然不欢迎，那我走了。和年，来都来了，进去见识见识，对你也有好处。这几个蠢货，周和年要是走了，可就耽误我后面的计划。林伯父，你什么意思？这是我爸好不容易攒的局，是为了迎接周氏财团老总，让这种低贱的人进去，不是丢我们景家的脸吗？申斌，周和年也是我林家的人，让他进去看看而已，不碍事。景深斌，你爸是景志辉？没错。我爸就是周氏财团的高管景志辉，识相的就快滚！要是等我爸来了，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景志辉怎么养出这么个废物？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你说什么？没事儿，你爸的病治得怎么样了？我娘们！申斌，别冲动，这么多人看着呢。你敢诅咒我爸？我今天非揍你一顿不可！你不是说他经常打人吗？这也不行啊！申斌，你冷静点，别拦着我，我今天跟他没完！一踹就倒，下盘不稳，一看就是肾不好。你给我等着，我这就给我爸打电话，你完蛋了！
住手！爸，你可来了，就是他。周总，爸，你对他这么恭敬干什么？他就是个蹭宴的。闭嘴！你这个蠢货！谁教你这么跟周总说话的？赶紧给周总道歉！我凭什么道歉？他本来就是个穷酸鬼。周总，实在对不起，犬子不懂事，冒犯了您，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训他。算了，不过你儿子连你得病都不知道啊？对，我没跟他说呢。爸，你得病了？那你遗嘱立好了吗？滚！景总，您刚才叫他周总，他和您什么关系啊？他们竟然都不知道周总身份，看来周总是想低调行事。怎么，还嫌闹得不够丑吗？慈善晚会不想继续了？您说的对，快请进。周总，您先请。景志华怎么对周和年这么恭敬？肯定是周和年求着秦霜给景家送礼了。既然你非要来，我就让你在这种名流云集的场合彻底身败名裂。看来老总今天是不会来了。主座那位周氏财团高管到场，都已经是很大的面子。感谢大家来参加这场慈善晚会，但就在刚才，我们发现林氏集团核心数据被泄露，给集团造成了巨大损失。什么？核心数据泄露了？这可是我们林氏的命脉啊！到底是谁干的？一定要查出来，严惩不贷！泄露数据的人就在这个宴会厅内。别卖关子了，快说是谁干的！快说！这属于商业诈骗，找出是谁，一定要让他牢底坐穿。就是周鹤年。我？林董，这就是你认的好义子？林董，今天你必须给个说法。你们可能误会了，周总他怎么可能稀罕你们林氏这点仨瓜俩枣？他根本不需要。景总，您这么为他说话，是不是被他骗了？肯定是他干的！这种下流社会出身的穷鬼，为了钱是不择手段的。你要干嘛？稍等，我还原一下数据日志，看看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虽然你懂点技术，但最多也就是个程序员的水平。这可是军用级别的加密，你是不可能破解的。是集团网络没错，但 IP 地址用的是 NIST 标准的强加密算法。林成生，只有你的电脑是这种级别的加密吧？铁证如山，除了你，没别人了。你胡说！爸的办公室也是这个级别，那就是，你是不是想说，这是你手下干的，不关你的事儿？对，肯定是我的手下私自篡改的数据，跟我无关。这还真是个万能借口。是真的，弟弟，你相信我。大哥，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你的手下人能随意进入你的办公室，还能拿到核心数据的权限。你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惜泄露公司核心数据，栽赃给周和年，太过分了！林成生，这分明就是你干的，休想推卸责任！弟弟，是我错了，我没有管好手下。慢着！各位董事，
实在抱歉，我刚刚收到匿名举报，周和年私生活混乱，竟然这样对待下属。没想到他是这种人，猥琐龌龊，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看着挺老实的，没想到竟这么下流。真是天助我也！周和年，你要彻底身败名裂了。哼，就这？周和年，这是你手下的女员工，你仗着她是个哑巴就肆意欺辱她。我们林家是把道德观念放首位的家族，绝对容忍不了这种道德败坏的行为。周和年，别怪我心狠，谁让你搞出这么多事儿，威胁到我呢？我懂，道德标兵嘛。不过装出一副高高在上、正义凛然的样子，背地里却干着各种龌龊事。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请出一个人，让他自己跟你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周和年，你真是无法无天了，竟敢把小三带上来！弟弟，他一个哑巴，能帮你证明什么？你还是乖乖承认，接受惩罚吧。他能不能证明，你们听听不就知道了。我是被人指使的，那张照片是有人故意偷拍，我才借位造成的假象。周总，别推开我，窗外有人偷拍，需要您配合一下，不然我们都会有麻烦。周总，对不起，您医好了我的病，我还这么冒犯您。算了，你这么做也有苦衷吧。谢谢您能原谅我，但刚刚我说的话是真的。我和我老婆的感情非常好，从来没有变过，希望你能明白。我懂了，周总。等合适的时候，你愿意站出来揭穿始作俑者吗？不管对方拿什么威胁你，我都能帮你解决。他竟然还在为我考虑。好，你进来工作。原来照片是假的，周总这是被人做局了吧？这个林家一会儿用数据泄露栽赃周和年，一会儿拿出假照片陷害他，也太可耻了！快说，是谁指使你的？我指证是林。畜生！竟然三番四次谋害周和年，你是不是想把我们林家的脸都丢尽？爸，这次真不是我干的，这次可以是你干的啊！你还敢狡辩？除了你，还有谁会这么陷害周和年？你这个白眼狼，林家怕是容不下你了！爸，真不是我干的呀！很抱歉，这件事是我这个不孝子的错，我们林家一定会给你个交代。我不需要。即便这位小姐原谅你，我们林家也不会轻易放过你。从今天起，革去林承生在林氏集团的所有职务，好好在家反省。爸，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相信这个女人的话？爸，这事儿要不要再查一下？我意已决，这事儿没得商量。我们林氏容不下心术不正的人。我知道了，一定是你在自导自演，把脏水都泼到我身上。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你没长。妈，你快替我说说话吧，都是这个周和年陷害我呀！你们别吵了，承生不是这样的人。您的意思也是我诬陷他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妈，夫人，妈，你想想，周和年都是你把妈气成这样的。你这个扫把星，自从你进了林家，就没一件好事儿。快！先扶夫人下去休息。周和年，你想害死妈，我要跟你拼了！你住手！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快，先扶夫人下去休息。慢着，周和年，他好歹是你义母，现在被你气晕了，你就不要咄咄逼人了。非要把妈气死，你才满意吗？他不是气晕了，他这是中毒了。胡说！
宴会是我们林氏酒店一手承办的，所有的食物和饮品都经过严格检查，怎么可能有人下毒？爸，我看他就是做贼心虚。周和年，在这种场合不顾全大局，你是想把我也气死吗？林家今天这一出大戏，真是叹为观止。不白来，真是都不白来哦。信不信由你，我只是实话实说。如果再不给他施针治疗，会越发严重的。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我没有装神弄鬼，还施针治疗？你以为你是谁？是谢神医来了，是谢神医来了。谢神医，您怎么来了？神医？真假的？谢神医可是画风医术传承人，传闻在他手上的病人，只要不是死透了，都有得救。他是中毒了，需要立刻治疗。中毒不深，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了。谢神医，您救了我的夫人，大恩大德，我林建国没齿难忘。今日老夫恰巧路过，也算有缘。该死的老头，架子真大，还坏了老子好事。你是周老先生？周老，和您比起来，我应该还算年轻吧？我看过您照片，我师父经常跟我提起您，说当年就是受了您的点拨，才创立了画风艺术。也没那么夸张了，其实我早就隐退了。能一睹您真容，我就是死也瞑目了。你刚才表现得不错，没有丢你师父的脸。妈，你醒了。你们都出去，我想和何年单独说话。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你身体还很虚弱，不能这样。程生是我一手养大的，我知道他做错了，但我不能看着他被逐出林家。妈，求求你放过他这次吧。我竟然以为他这样是觉得亏欠我，原来是为了求我放过林程生，真是可悲。何年，当年医院里阴差阳错的抱错你和程生，让你流落在外，是我这个当妈的没保护好你。现在妈也不能坚定的维护你，都是我的错，只求你能原谅他这次。起来吧，你这样跪着只会加重病情。只要他不再来惹事，我可以对他既往不咎。这脉象不太对劲啊！你最近是在吃什么药吗？就是这个药，建国说我身体不好，让我每天都吃。怎么了？你的脉象显示体内还有毒素残留，不知道跟这个药有没有关？怎么可能？这个药能让我带回去吗？好。完了，全完了！现在爸要革你的职，还要把你逐出林家。靳家也因为上次的事对我态度冷淡，我们再也没有靠山了，全要完了！闭嘴！你能不能别吵了？哥，你这是对我发火？你以前从来没凶过我。对不起，美华，哥不是故意的，只是最近压力太大了，爸妈对我很冷淡，每天连下人都在看我笑话，你能理解我吗？我理解，都怪那个周和年。还好他蠢，妈的，差点露馅。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你答应过要帮我离婚的呢。别慌，那个人他马上就回国了，只要他回来帮我，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谁啊？能有这么大本事？哥，你快说啊，是谁？我们的干妈温可兰。她呀，本事嘛确实大，但她从小就只疼你一个人，眼里根本就没有我。她回国了，会管我的事儿吗？什么你的事儿，我的事儿？你林美华的事儿就是我林程生的事儿。你也知道干妈的本事，连爸都得听她的。放心，到时只要我开口，她一定会帮我们报仇雪恨。我相信你。儿子，你帮我查一个海外的药，样品已经用最快的方式寄给你了。好，我马上就去办。看来林家的秘密比我想的还要多啊。
建国，我要回来了，你想我没有呀？回国了。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计划正在实施，让你不要轻举妄动吗？我为什么不能回国？苏锦衣那个女人不是住院了吗？还是说你心疼她，不想让我回来打扰你们？小兰，你别无理取闹。最近周和年把林氏搅得天翻地覆，我已经够烦了。我听程生说过了，不就是一个靠攀富婆上位的老滑头吗？根本不足为惧。你别乱来，周和年那个小子有点邪性，不好对付。你听我的，等我把事情处理好，你再回国。我已经到机场了，你不管我，我就自己去医院找苏锦衣。你别任性。去医院，我倒要看看那个女人到底病得多严重。干妈，程生，我想死你了。干妈，你怎么只抱哥哥呢？我也很想你。美华，你真是越发漂亮了。苏锦衣呢？她不是在这住院吗？爸刚才让人把妈接出院了，说要她回家休养。竟然不跟我说一声就把那贱人接出院。干妈，哥现在被革职了，都是周和年那家伙害的。我被他整惨了，干妈你可得帮帮我。放心，这事儿交给我，我一定会让欺负你的人付出代价。来得挺快，看来有人迫不及待想让我死。肯定是周和年买了水军来黑我。股票涨涨跌跌不是很正常吗？你不懂，这段时间咱们的校校合作被取消，古玩圈、学术圈都把林氏拒之门外，易氏集团把我们子公司的投资给停了。芯片行业现在只认周和年，根本不认林家。周和年那小子肯定在下一盘大棋，要把林氏占为己有。放心吧，再大的棋局，下棋人没了，那棋盘的主人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吗？小兰，你叫人去做掉周和年了。这种眼中钉就得早点铲除。怎么，你心疼了？主要是周和年那家伙有点邪性，我比较担心。建国，你变了。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做事畏手畏脚，瞻前顾后的。可能确实上年纪了。这事儿就交给我吧。对了，苏锦衣那边怎么样了？放心吧，不出1个月，他就会彻底醒不过来。爸，我回来了。儿子，爸，你还是老了呀。哦，此话怎讲？爸，你被人瞄准了，你竟然没发现？狙击手位置在东南角45度，巴雷特 M82A1，对吧？爸，你早就发现了，那怎么无动于衷？因为我也早就发现你回来了。还得是爹。你怎么知道我会有危险？怎么要暗杀我，下单下到你这儿了？准确来说，是下到一个背叛组织的人手上了。对不起，爸，我没管理好组织。行了，看着手笔不像是林家那几个，先带回去审一审，不要打草惊蛇。好，锦衣，该吃药了。建国，美华最近总是来我这里哭，说锦家对她不好，申斌喝醉了还会对她动手。她毕竟是我们亲生女儿，你帮帮她行吗？胡闹！瞒着我们结婚，现在后悔了，让我们冒着得罪景家的风险去帮他离婚，做梦！对不起，我不该对你发脾气，但我也是为了林家考虑。这样，你给我点时间，我会帮美华的。真的吗？不过你得乖乖把药吃了，这样身体好得快，美华看到了也能高兴。我走了，你先休息。爸，药检报告和鉴定结果都出来了，这种药长期服用会变成植物人。林承生也的确是林建国和温可兰的私生子。果然不出我所料。爸，温可兰刚回国就急着替林承生扫清障碍，上次暗杀没成功，他肯定还会有所行动。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且看着吧。老爸还是老样子，到点午睡，对这事儿完全不上心吗？只能我这个做儿子的多替他防备着了。你最近天天往我房间跑，会让别人起疑的。怕什么？苏锦衣都昏3天了，肯定醒不过来了，还有谁敢管到你头上？话虽这么说，但这个节骨眼儿还是小心为上。对了，上次你派出的人有消息了吗？好消息，这不就来了吗？什么？早就告诉你不要轻举妄动，你非不听。万一事情暴露，可就麻烦了。不可能，我花了重金找的还是暗组织的杀手。都说了，那小子有点邪性，跟本地的黑帮也有关系。不管怎么样，现在打草惊蛇了。明晚上不是有家宴吗？家宴上他总带不了人，这次我会找暗组织3把手亲自上阵。暗组织3把手，真的？没错，他在海外都是执行军事级别的任务，这次绝对万无一失。好。何年，这是程生和美华的干妈温可兰，刚回国。你就是周和年，果然和苏锦衣很像。过奖。这就是你儿子周延之吧？一表人才啊。他是选择性哑，不爱说话的。你这是把我们当傻子吗？今天家宴，别伤了和气。快落座吧，就等你们了。爸，周围全是埋伏。我知道。老头儿，这场怕是鸿门宴哟。要不要通知我们的人进来，先控制住局面？淡定，来都来了，就陪他们玩玩。在座都是我们林家人。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宣布，大家也知道，我夫人最近身体欠佳，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无法继续打理林家事务。为了咱们家族和集团利益考虑，我决定将锦衣名下所有的林氏股份以及林家事务和集团的管理权全部转让给温可兰。谢谢大哥的信任，我一定会打理好林家，带领林氏集团走得更远更好，不让大家失望。哥，爸要把妈的股份都给干妈的事儿，你早就知道了。我在这儿祝贺干妈了，希望大家能理解并全力支持我的决定。人还没死呢，小三就迫不及待地入主东宫，是不是太急了点儿？你胡说什么？周和年，你血口喷人！温可兰是我妈，干妈，你少在这挑拨离间。这是你们当年苟且生下林承生的医院记录。这种伪造的证明，你觉得有人会信吗？当年根本不是抱错了婴儿，而是你为了让林承生名正言顺地进林家，把刚出生的我偷偷扔到乡下，让林承生顶替我成了林家少爷。林夫人今年偶然得知林承生并非亲生，你又哄骗她说当年抱错了，在她的强烈要求下，你不得已寻回了我，但你也留有后手，暗中给她下了长期毒药，就是在等着她倒下的这一天。我说的对吗，林建国？是我低估你了，周和年。他这是不装了，摊牌了。爸太厉害了，这么狠毒的阴谋都被他识破了。你因为没分到林氏股份就对我怀恨在心，竟然编造这种离谱的谎言。周和年，现在人醒不过来，你怎么说都行，但你拿不出证据，我可是会报警告你一个诽谤罪哦。谁说他没有证据？妈！你不是说他已经醒不过来了吗？为什么他还能站在这儿？怎么可能？你不是变成植物人了吗？怎么会？老头儿，这剧情
也太像你的手笔了吧？我只是给了他一个看清真相的机会，剩下的都是他自己的选择。林建国、温可兰，你们怎么敢！我要是再不清醒，岂不是要看着你们这对狗男女得逞？我苏锦仪白白帮别人养了40年的私生子，还被下了慢性毒药，差点变成植物人，才看清枕边人的真面目。不可能！哥哥怎么可能是爸的私生子？还是和干妈？哥，你怎么一点都不……你早就知道了。不然呢？你以为我和你一样蠢？既然你都知道了，我也没必要再演了。但可惜，你发现的太晚了。你这是承认了？事到如今，没什么好装的了。对，都是我干的。林建国，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关门？我陪你演了40多年的恩爱夫妻，你该知足了。苏家落寞，你早就没有利用价值了。苏锦仪，你要是好好躺在床上装死，或许还能捡条命。可你偏偏跑到这里来坏我们的好事，就是找死！你们这对奸夫淫妇，我一定要把你们的仇事公之于众！公之于众！今天能活下来的人说的才是真相。什么活下来？你什么意思？动手！今天在场的所有人，一个都别想活。我？你疯了吗？我是站在你们这边的。爸，我是您的亲女儿啊！滚开！要不是苏锦仪把你当个宝，这么蠢的东西，我早就扔垃圾桶了。要怪就怪你身上流着苏锦仪那个贱人的脏血吧。是我信错了人，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这些人是我花重金请的暗组织3把手和他的手下，个个都是高手，曾执行过无数次国际任务，从来没有失手过。今天周和年、苏锦仪，你们都会死在这里！慢着，你们想去哪儿啊？怎么可能？你不是说花500万找的暗组织3把手吗？怎么会打不过周和年？你们搞什么把戏？还认得我是谁吗？老大，还有前任老大，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没看清是您2位，求您2位饶命啊！什么？你叫他们老大？怎么可能？你认错了吧？你再好好看看。不可能认错，这是我们暗组织创始人周和年大哥，以及他儿子周延之，是我们现任老大。他们的实力哪里是我们敢碰瓷儿的？暗部组织创始人竟然是周和年，他究竟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事儿？他到底有多少身份？太可怕了！完了呀，彻底完了！我花重金请来的组织头领竟然是他的小弟，可笑，太可笑了！是不是从一开始我就惹了不该惹的人？原来他比我想象中还要厉害得多。古玩鉴定大佬、开宗立派的神医、代码大神、顶级杀手组织的老大，居然都是他！爸，他就是之前叛逃组织的人，而且他带的这些人都是被我们组织面试淘汰过的，不属于组织成员。好家伙，这是搞了个复仇者联盟啊！爸，怎么处置他们？来了。你们涉嫌故意杀人、商业犯罪、非法拘禁、投毒等多项罪名，证据确凿。现在我们依法将你们逮捕。放屁！你们从哪找的证据？还需要找吗？你们做坏事是一做一个马脚。感谢周总您提供的证据和协助，我们局长说了，这是大功，要给您颁发奖章，到时候送到您名下的周氏财团，可以吗？你名下的周氏财团？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周氏财团的老总兼董事长周和年。既然你都是周氏财团董事长了，那你回来是专程玩弄我们的吗？对啊，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争林家家产？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争家产，也不想玩弄你们。我就是想看看当年抛弃我的人是什么样，了却一个执念而已。你为什么向我们隐藏身份，把我们当猴耍啊？我有瞒吗？没有，你都说过，是他们不信。那就是你自己蠢，咎由自取。善恶终有报呀，人还是得多做善事。周和年，林氏集团现在群龙无首，我们大伙儿想一致推举您担任林氏集团董事长。和年，谢谢你救了我，救了林家众人，救了林氏集团。我没有资格以母亲的身份要求你，但我也是林氏的一员，衷心希望你能接手林氏，带领林氏越来越好。吃老婆儿女的软饭了，没想到还是脱不了身。你瞧，老头被架住了。真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呀。好，我可以暂时接手，等稳定下来，再传给合适的人。太好了！经过这5年大家的努力，林氏集团已经成为行业第一，步入正轨，不再需要我继续打理了。我也在此宣布，我会正式隐退，后续的工作就交给各位了。都怪那个姓林的，整整耽误了我5年的退休养老时间。这5年，我真是为林氏当牛做马呀！周总，您不能隐退呀！要是没有您，就没有林氏今天的辉煌。是啊，周总，您再考虑考虑，我们都离不开您。这帮老家伙还想捆住我，没门儿！我意已决，各位都是有能力的人，一定能把林氏打理好。你可算出来了，我真怕他们把你绑起来不让你走。对呀，这要是老徐就这么做了，他们还是太在意那张老脸。就是，哎，好你个老易，变着法骂我不要脸呐！走，开掉。老头儿永远这么潇洒。不愧是老爸。他从不属于名利场，他只属于自己。